週末至下週初可能先後有2個熱帶氣旋影響香港，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佢哋嘅路徑、強度以及對香港嘅風雨影響。菲律賓附近嘅熱帶氣旋受惠於菲律賓地形加強複合，尋晚出現爆發性增強，一度發展出低層風眼。然而佢橫過呂宋嘅時候，中心附近嘅雲團被山脈瓦解，預料出海之後需要一定時間重新整合。受惠於良好嘅環境下，佢會喺登陸前持續增強，唔排除再次出現爆發增強。路徑方面，佢會逐漸擺脱呂宋地形影響，並向偏西北方向移動，靠近廣東東部沿岸。但係登陸地點仍然存在變數。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，風暴喺星期五會開始轉向偏西方向移動，但係實際嘅時間同埋幅度就存在不確定性。由於風暴有機會喺香港以北100公里範圍內掠過，即使佢嘅環流細小，香港仍然有機會廣泛受到強風影響。我哋現時評估天文台就準米拿風暴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中等至高。風暴登陸後，香港有機會轉吹西南風，加上受到佢嘅外圍雨帶影響，香港星期六風勢頗大。但係至於會唔會改發更高信號，就要視乎風暴最終掠港嘅方位、距離以及強度，現階段仍然存在變數。而現時位於西北太平洋嘅熱帶氣旋亦有機會影響香港。目前佢已經發展緊低層環流中心，預料會喺未來幾日顯著增強，並移向呂宋海峽，隨後會進入南海北部，但係登陸地點仍然存在變數。由於風暴嘅環流廣闊、強度極高，即使採取較為遠離香港嘅路徑，香港仍然有較大機會受到強風影響。我哋現時評估天文台就準華加沙風暴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高，而會唔會發出更高信號就非常視乎風暴最終掠港嘅距離。現階段未能排除8號甚至係更高信號嘅機會。風雨影響時間方面，未來1-2日天氣仍然酷熱，星期五稍後風勢增強，天氣轉差。星期六廣泛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西至西南風，離岸及高地有機會間中吹烈風，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。隨住風暴遠離，下星期1、2天氣稍微好轉，但係隨住準華加沙風暴靠近，天氣會再次轉差。天文台最新評估星期3廣泛吹強風，離岸及高地吹烈風，顯示風暴有機會為香港帶嚟威脅。大家喺未來幾日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發布啦。今次嘅風暴速報到此為止，我哋會同大家密切關注住2個風暴嘅最新發展，適時喺各大社交平台公佈我哋最新嘅預測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